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移民路真係難行，我哋先同大家講完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對香港移民政策先後閂閘，跟住美國又傳嚟重磅落閘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借白宮附近發生槍擊案，2名國民警衛隊人員懷疑俾個阿富汗裔男人開槍，搞到一死一傷。呢單事宣布永久暫停所有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嘅移民。特朗普一向都係反移民，堅持美國利益行先，但係感恩節凌晨無啦啦推出呢項措施，明顯就係借勢抽水。佢喺社交平台嘅貼文入面，仲加咗一張美軍撤出阿富汗嗰陣軍機逼滿阿富汗移民嘅相。佢仲話呢張相反映咗阿富汗空運行動恐怖嘅一面，幾十萬人完全冇經過任何審查同檢查，就咁湧入我哋國家。所以特朗普宣布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移民嘅管控措施，理由係美國現有嘅移民政策已經損害國家發展，佢會終止前總統拜登執政時向幾百萬非法入境者提供嘅所有入境許可，仲會終止所有向非美國公民提供嘅聯邦福利同補貼，取消破壞美國安寧嘅移民嘅公民身份，並且將構成公共負擔、安全隱患或者同西方文明唔夾嘅外國公民驅逐出境。佢認為以上措施可以令美國嘅制度全面恢復正常。移民辣招出台之後，美國移民同海關執法局喺全美國捉拿同遣返非法入境人士嘅行動肯定會升級。特朗普一再對移民落重手，固然係佢美國至上嘅極右政策所致，但幾個月後嘅美國中期選舉先至係真正嘅重點。早喺第一個總統任期嘅競選入面，特朗普已經大打反移民牌，今次舊條重彈，同上次4個地方選舉共和黨都輸晒有關。要打擊提倡多元化嘅民主黨，特朗普同佢嘅共和黨人似乎想用反移民做爆破點，而阿富汗裔男子開槍事件就變成咗一劑猛藥，藉此挑起白人同傳統選民反移民嘅仇恨，用呢個新焦點嚟掩蓋關稅政策嘅怨氣同通脹高企等生活壓力嘅不滿。特朗普借阿富汗裔槍手事件大改移民政策，甚至借機終止所有向非美國公民提供嘅聯邦福利同補貼。呢個無疑係美國式用完即棄嘅新例，特別係一班美軍撤離阿富汗嗰陣，帶咗唔少反塔利班政權嘅阿富汗人。呢啲人當年係美軍盟友，今日係咪要全部趕走？天下雖大，但阿富汗翻唔到去，美國若果又留唔低，大家不禁要問：做美國盟友係咪真係抵？當然啦，特朗普向移民落手，同美國非法逗留者問題嚴重都有啲關係。根據美國獨立研究機構兼智庫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喺2025年8月21號發表嘅研究，截至2025年1月，美國移民人口破紀錄去到533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大約16%，即係大概每8.5個美國人就有一個係外來移民。相關移民數據顯示，全美而家有5300幾萬移民，當中約莫一半已經攞到公民身份，另外有23%人持有綠卡，剩低嘅就係非法逗留者。被證實係非法逗留嘅1400萬人裏面，據講有超過一半已經喺美國住咗超過10年。自從特朗普喺2025年1月上任之後，百日內推出咗所謂嘅181道打擊非法移民嘅行政命令。ICE 奉命曾經以每日捉幾千個非法逗留者做目標，佢哋掃蕩非法移民嘅手法好粗暴，搞出唔少爭議，好似紐約唐人街、加州嘅工廠同城鎮都俾人大肆掃蕩同圍封式捉移民，甚至連超市、Home Depot 呢啲家庭裝修器材店都有埋伏。一見到可疑嘅人就捉。美國好多無證者都覺得風聲鶴唳，紛紛匿埋自我禁閉。雷厲風行嘅反非法移民措施當然有成效，例如半年內美國總移民人數已經由5300幾萬減到5190萬人，即係半年之內少咗大約120萬人。不過特朗普明顯覺得仲未夠，今次對第三世界國家移民永久落閘，更加係為咗宣示未來世界嘅紛亂同美國無關，而將來 ICE 執法對象估計會多咗阿富汗、南亞同非洲等地嘅人。不過美國要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可能會對經濟造成另一重打擊。美國人嘅務工率，即係勞工參與率，跌到得返62%左右，最新數據係自2022年以來嘅新低。可以話美國嘅非法移民撐起咗基建、農業、林業等行業。ICE 今年年中喺加州掃蕩非法移民嗰陣，爆發大規模示威，當中有唔少中小企業同業界都出聲抗議。右翼思想喺全球多個地方抬頭，移民漸漸變成砧板上嘅魚肉。歐洲、
美洲唔同國家同地區都有縮減移民人數、驅逐非法移民嘅措施。美國本來就係呢波浪潮嘅龍頭，而家再加碼，唔再扮過去嗰套民主仁愛嘅把戲。講到底，移民政策本身就係一塊政治籌碼，有必要就打出嚟，唔需要嗰陣就收返埋，一啲都唔出奇。好啦，美國移民新招暫時講到呢度，下次再傾。